馬爾代夫曼哈百道南馬里環礁首府啊！點解我要揀呢度呢？因為遊客少、清靜、消費低、高享受。今日我哋玩一個完全免費嘅項目，喺島上面嘅 Poppy Beach 公眾泳灘，離岸50米呢個地方，淺海漁獵啊！時間晚上7點，工具某寶110蚊彈力魚叉，人員由於得我一個，人生路不熟，梗係要叫上民宿小哥，有馬爾代夫歐陽震華之稱嘅新李哥嚟陪下我啦。呢個呢就係我喺某多多買嘅13蚊浮力魚護，下邊係用1 kilo 嘅配重嚟做錨，放喺岸邊嘅。狩獵時間正式開始，啱好放低魚護，阿振華呢就用電筒照條魚啦。哦，呢條係圓眼燕魚啊，又叫蝙蝠槍。佢面積咁大，應該好容易叉中嘅啫。等我支魚叉開下齋先。哇，中咗啊！今次仲出人頭地，中雞條魚夠我吹半年噶啦。為咗防止條魚過度掙扎呢，我用神經剃幫佢解脫一下嘅。咩係神經剃呢？小日子嘅處理魚方法啊，破壞魚腦，減少魚嘅掙扎，魚肉都好食啲噶嘛。呢個畫面可能會令到你眼花繚亂，因為一開燈，成群小藍魚就圍住我啦。發現目標，山羊魚，有2條鬍鬚嘅，呢條魚清蒸就最正啦。正當我以為實食冇黐牙嘅時候，俾佢走咗喎。其實最好就係叉魚腦，又叫 A 位。中魚之後呢，減少掙扎，呢個都非常人道嘅處理方式。正當我準備再揾下一個目標嘅時候呢，居然條山羊魚唔捨得走喎，又衰咗啦，仲唔肯走嘅你喂？今次貫穿魚身，得食啦！放好山羊魚之後，俾我見到隻墨魚喎，人生當中第一次叉墨魚，好鬼緊張㗎。呢個時候呢，佢背對住我，呢個角度呢，好難穿透到嘅。咁都仲唔走啊？哇，叉中咗！你係咪博士定研究生啱啱畢業啊？成肚墨水啊喂！大家要留意下呢個畫面啊！佢喺我肝尖貫穿到肝尾，由於好多墨汁，我發現嘅時候呢，用手封住我肝尾，加上現場有好多墨汁嘅魔法攻擊，走咗定未走呢？我都唔知道嘅。當我回過神之後，阿振華呢又照住條珊瑚魚俾我啦。金毛釣魚尾部有尖刺，處理嘅時候要非常小心。點樣食就唔知，未食過。再叉中咗條牛角雙團，又叫長角牛魚。3年前喺咕拉都叉過好多嘅，肉質好似剝皮牛咁樣，香煎好鬼實肉嘅。鋸鱗魚又叫金眼鯛，清蒸就最正啦。以下畫面非常諷刺。簡簡單單又一餐貴州酸湯底料，浸熟佢算啦。咦，呢個就係第一條燕魚。唔係啊，幾嫩滑喎，啲肉好紮實啊，黐牙㗎。我最中意食呢度啲魚嘅魚皮啊，啲魚皮好鬼有彈性。呢條剝皮牛嚟嘅，呢啲肉可以喎，啲肉唔差喎，啲肉。剝皮牛好食，嗰條燕魚都好食。壽司豉油前拿出來就好有鮮味㗎啦，呢件事就會。我最中意就係呢條啦。認住乜皮我都唔識叫咩名，好彈牙，一煮完翹㗎。嗰啲皮啊，哇，膠質好似灼玩咁爽嘅。香唔香？呀，正。老細點個關注咧？